拍住佢啊有金姓名區啦，後面元朗精英嘅4位咧就係美麗星辰，第5位內欄嗰隻咧就係呢個安泰啊，咁跟住後多層啊有自然動力啊超易穩，跟住幸運派彩啦，跟住到8000財星啊呢5隻啊咁啊唯美主義拍住佢呢一個就係火焰閃爍啊飛雪神區同埋呢一隻嘅真有暫時殿後就係天象龍區啦，好啦轉彎入直路啦，銀光奔騰開始好似有少少冇力啦，咁啊元朗精英中檔咧已經佔先緊啦，咁中檔有少少塞車嘅有安泰啦、金盛名區啦、美麗星辰咧係中檔嘅，咁啊出面咧仲有呢一隻嘅幸運派彩，最大外檔仲有8000財星啊，同埋最大外檔嗰隻有呢個火焰閃爍同埋天象龍區啊，去到200零米嘅時候啦，美麗星辰咧仲係領先緊嘅，但係幸運派彩咧好似啄得贏佢喎，出面有8000財星，大外檔仲有呢一隻嘅火焰閃爍啊，接近終點嘅時候幸運派彩贏出呢一場賽事，跑第2名就係8000財星啦，第3名好似係呢個火焰閃爍，第4名嘅馬第3名仲係美麗星辰嘅，係美麗星辰，第4名咧元朗精英同埋呢一個火焰閃爍。但係點解超易穩唔攞出？